又是女救英雄啊！闭嘴，还不赶紧报警！苏媛，为什么你总是能给我惊喜？为什么咱们俩总是拿错剧本啊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有你的淘宝账号呀，账号是联动的，我一登进去就能看到你的聊天信息。是不是傻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卖二手啊，我哪知道会遇到这种事儿啊？那你就为了一块表，连命都不要了？那好歹也能卖个1万多块钱呢，我总不能让他们白白坑我吧？你真的把东西都还给你爸了？是啊，求婚失败，第2天我就让朋友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去了。那块表，是我第1个月的薪水买来做纪念的，当时是随便买来玩玩，没想到现在成了我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。那你最近生活怎么样？有没有后悔？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，突然穷起来，也挺辛苦的，但是也有成就感。成就感？便利店里面最普通的便当20块，出门可以坐地铁，不行还能骑共享单车，1块钱掰成2块钱来花。虽然有点辛苦，但是至少脚踏实地。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爸什么时候会把我的卡停了，真正做到了挺直腰板做人。你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还不错，后面慢慢会觉得很辛苦。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，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。是你给了我当头棒喝，其实也没我想的那么难。娜娜，如果我能继续坚持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有复合的可能啊？我得考虑考虑。你干嘛啊？娜娜，嫁给我吧。在这儿求婚？你疯了吗？你松口了，我怕夜长梦多。你先起来再说。你点头我就起来。苏媛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快起来。没事，1次不行我就求婚2次，2次不行我就一遍一遍来，反正户口本在我身上。你还随身带户口本？我临走的时候我妈给我的，想来想去还是藏在身上最安全。我总算是知道你这个性啊是从哪儿来的了。哎，要不你就答应他吧，你还多管闲事，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。金江同志，我这算盘做好是立功了呀，能不能从轻处罚？想多了吧？走。你没有扔啊？我想考察考察眼前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信任。所以你之前一直是在考验我，我通过考验了吗？先说好，贷款我可不帮你还啊。在这儿把戒指戴上，最具有法律效力，你可不能反悔。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度过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